在暗處有一束閃爍星光，令世界變得好看。是你是你綻放你我心中那星光，直到看見天晴朗。是你是你有聲獻身救火，有粒星為解眾生救苦救痛楚，有粒星性感夜火，有粒星放聲唱歌按摩你度，大氣滲出多種勇敢善良，爆出一熱鬧意識，就算路淚不轉向，大城市用團結造成愛，替代豪華賣相。這一片黑夜為何耀眼 ？Cause you're my superstar， 誰亦呢度？誰亦呢度？這一個心臟為何吶喊 ？Cause you're my superstar， 誰亦呢度？誰亦呢度？你信你的士氣，你信你的熱愛，助你步入勝利。你信你的運氣，你信你的獨有直覺，令你很傳奇。大氣滲出關於愛的立場，瀑布再急也亦留意想，就算疲倦不轉向，大城市用團結造成愛，替代豪華賣相。這一片黑夜為何耀眼 ？Cause you're my superstar， 誰亦呢度？誰亦呢度？這一個心臟為何吶喊 ？Cause you're my superstar， 誰亦呢度？誰亦呢度？開展以嚟第一次舉辦嘅盛事啊！我知㗎啦，樂壇常識問答比賽。大家好，我係 Miss Tam， 我係體育科井 Sir。嗱，今日咧我哋有兩隊書院嘅隊伍喺度啦，就係有左邊嘅攝女合一堂女子書院，仲有西洋菜男書院嘅 C All Star 呢位同學起身啊，唔該。各位同學仔見到阿 Sir 要點啊？又聽咩嘅？我係食正㗎嚇。好。咁咧呢個比賽咧一共咧就有幾條問題嘅，咁每條問題都係要搶答。如果你想答嘅時候就要舉手。係啦，冇錯啦，舉手之後咧要我哋示意你咧，你先至可以作答嘅。法律題，根據歌曲上嘅法例，舉報嘅結果係乜嘢啊？我知，係。之後先，我 Jenny 答咗，你關燈是舉報結果。常識題，好緊張。視覺、觸覺、聽覺、味覺同埋嗅覺，當我哋抱緊一生嘅時候，邊一樣係最累嘅咧？C All Star 超哥，抱緊一生味覺。我係叫你唱歌啊！呢個同學我中意啊！好答，係，我咪抱緊一生味覺最攰。你冇舉手啊 ？OK。假設網上邊賣一隻歌係賣8蚊，歌手可以分到1蚊。而一層豪宅係賣2800萬。如果你要俾3成首期，你要賣幾多隻歌先可以俾到首期？係啊！即係好易計嘅啫喎，各位同學。計數啲嘢咧，我讓俾你哋啦。同學唔偷睇㗎嚇。兩間書院都答唔啱啊！點計咧？2800萬乘0.3，咪即係3成首期咯。即係你哋要賣咧840萬首歌咧，你就可以俾到首期啦。係咯，好容易喎！數學題你哋唔識啊，考下你哋語言能力。根據 Beyond 有首歌叫做《Amani》，裏邊有一首歌詞叫做 Aku
Sharana，哦，答唔答？即刻答！咁你反贏，你反贏唔使答，要瞓㗎啦，要瞓㗎啦！你個女子書院唔可以答住先。We 係咩意思咧？小朋友係要我們大同。大同，啱咗。我們要有愛你啊！世界，喂，邊個講？邊個講？愛你，係啦，係啊，嗱個答案咧就係解作我們愛你㗎。你哋唔可以輸㗎，輸咗要罰留堂㗎。有 miss 我原來佢哋係想咁啊，不過留堂係同阿井 Sir 一齊喎。係啦，你攞嚟，跟住呢一題咧就係宗教題啦。嗱，以下有邊一首歌咧係提及呢個聖母瑪利亞係唔存在嘅咧？你即係個歌名啊嚇，萬福瑪利亞、萬谷瑪利亞、Smile Again 瑪利亞、瑪利亞女郎同埋少女瑪利亞。嗰首啦，超峰，少女瑪利亞，你去揾一個啦嚇。好，繼續。我知。 Sharana，我先答萬谷。萬谷瑪利亞，咁樣萬福瑪利亞，呢班咩學生嚟㗎？我暈啊，老師。女郎，喂啱咗啦！你哋真係好叻啊！以下曾經出現嘅歌名啦，係啲街道名嚟嘅，係唔喺香港出現嘅咧，即係唔正確嘅呢一條街。有勝利道、擺花街、歌和老街、喜帖街。哎呀，喜帖街，哇，好叻啊！我覺得。點解啊？我都未問點解。因為喜帖街係我哋一齊講嘅俗語，就唔係真係街道嘅名字嚟㗎。俾你贏啦咁樣。咁啊，小明過馬路嘅時候明明係綠燈嘅喎，點解會俾車死嘅咧？變成紅燈，轉眼變成紅燈。係啊，好啦，跟住終於到我代表嗰一科啦，體育科。好啦，首先兩間書院派出一位代表出嚟先。好啦，請你上前一步。係你㗎啦！你擺出以下歌手嘅 pose， 跳舞哇， pose。咁出晒嚟嘅。我同嘉怡咧就會決定邊一隊咧係最好㗎。好啊！加油啊！好啦，第一個歌手係 Sai。呢個先嚟，呢個啱嘅，呢個啱嘅。OK 喎，哇，唔識幫手啦。好，好啦，好呢題啱你嘅真係。第二個 pose 係郭富城。唔成啊，偶像會有係。我就覺得佢似啲。係啦。仲有兩個嚟㗎，放低咗兩個。後抄人要減分嘅喎。最後就係擺李克勤嘅 pose。當年相戀意中嘅。我個頭有少少斜㗎。嗱，其實咧，我覺得 Sharana 好有呢個 S 型嘅線條，梗係。所以我係 buy 呢邊咯。對唔住，但係咧，我覺得如果佢擺呢一個舊歡如夢嘅 pose 咧，就佢正確啲喎。好，西洋菜雞書院贏。坐翻埋位，我贏咗，成班咩事啊？哇！呢個老師原來咁惡嘅，你係分師音嚟嘅。你鬧完你仲靚啊！哇！你啊，放學一定要嚟見我。佢想。於是陪你罰留堂。中文題：王菲但願人長久係譜自蘇軾嘅水調歌頭。請問月有陰晴圓缺，下一句係咩？此事古難全，此事古難全。係啊，喂，啱咗喎。此事古難全。嗱，今日呢一個樂壇常識問答比賽咧 ，Super Girls 係有6分啊。哇！而 C AllStar 咧係有2分。好呀！罰留堂，恭喜晒你啊！你用於是罰留堂啦。冇錯啦，嗱，贏咗嗰隊伍咧係會有豐富嘅獎品，但係咧，係啦，你哋將會交晒俾阿 Fred 同埋冰哥嘅，你兩個俾我啦。Fred 同埋 KK 啊。誒，我揾啦。